一來你睇咧呢套戲咧就有呢個1428個暗號，咁我哋點解咧？一睇下，因為佢首先咧就係佢啲睇到相咧，佢其實就一個女仔咁，即係實眼咧，其實就係講命運咧就在自己手度，其實就係講呢個水餃皇后㗎。咁水餃皇后嘅出生日期咧就係有1428暗號入邊，你可以睇翻。同埋喺呢套戲裏邊咧，就有一幕咧，就有一個藍色 banner 就係代表翻呢個買金服嗰個暗號，所以其實真係要買呢個股票。如果睇到左邊嗰個頭髮嗰度形成咗個面型，一個男人嘅面型咧，就同呢個劇情係一樣嘅，都係相當之關鍵，係好多樣嘢都係配合咗一齊，都大家咧都要密切留意。記得趁低吸納1428，多謝大家。